过来消息来看，气象署已经发布杨柳风台的陆上风台警报。云林县的水南乡顶个月，因为丹那是风台有真侪厝的厝尾顶，拢互风台扇歹去，是搁会修理。伫7月底的西南气流水南乡嘛因真侪所在拢淹水。即马乡公所是强调讲，已经款好39台大型的抽水机，要来营运即届的风台，望讲会当来减少灾损。 住伫水南乡上北村的李先生，12早起无行咧修理厝顶，因为受顶个月丹那些风台所带来强风的影响，引导厝顶规个吹风器，佮拄着最近整修工人时间拢满，今年延到这2日来整修。风台搁要来啊呢？明仔载要搁来啊，买烦恼啊，因为看嘛袂好咧啊。啊，搁下年咱会花个啊。 哎呀，跳走遐，有诶本来是遐个无固定遐，是啦。无啊，就拢叫太太就有去固定的，我协起来啊。总个协调就对啦，无你个台我就歹啦。同款一个上北村这三合院，因为碗大牌边啊，目前指挥已经设3台大型抽水机来运行。门口口头前也准备防水门，因为718大水洪灾前，因为地势低，淹水超过50公分悬。 灌死啊！就用灌死啊，无要紧就这抽个用个就好啊。毋过安尼水敢袂泄得出来？拢泄出来。针对这一次洋流台风的来袭我们水林乡公所也准备了39台的抽水机，以及中午会有300包的沙包，会运送到公所提供给民众来索取。 水南乡公所表示，718大水河水灾造成水南乡真侪所在传出淹水的灾情。这摆应用杨柳风台已经通知各村里办公室加强巡检抽水机的状况，做好现象来减少灾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